世人人食一世，日日捱更抵夜，出盡力搏殺，到頭來臨到老，手頭銀紙空空，醫藥費開支、孫兒使費壓上身，日日捱焦慮，攤開數簿計盡，先醒覺唔係自己唔識食錢，喺屋企財位長年烏燈黑火，陰氣積年累月吞盡積漸財氣，好多人一頭霧水，以為命水孤寒，手氣差，成日如水與客，從未細察屋企藏住3種無光敗財格局，日日漏財不自知。年輕時尚有體力撐住，到年紀大賺錢門路收窄，積蓄逐年蒸發，想補救都遲。今日唔講虛浮風水把戲，只憑義理積氣之道，拆解3種財位，長年昏暗格局，每一種都會慢慢耗散半生積蓄，最終落得晚年手頭拮據，日日心頭壓大石。先講透一層根本道理，財氣屬陽，陽光燈光皆為火，火能生財富。所謂積漸財，從非一朝一夕發達，係每日人工、生意利潤、零碎着數慢慢囤積而起。財位就係屋企專屬存銀紙嘅倉庫，倉庫要光明通透，先至納得住源源不絕嘅陽氣，陽氣托住財氣，先至有得囤積。若財位長年無光，陰濁之氣盤踞，陽氣進唔到，財氣入門即刻散走。無論你幾勤力力食，幾識計到盡，銀紙永遠左手入右手出，儲唔起半分餘錢。年輕時身壯力健，打2份工，接散單，同人夾生意，仲有額外收入填補破財缺口，唔覺得有大問題。最多埋怨市場淡，客仔難傾，鋪頭生意吹漲。等到踏入花甲，體力衰退，公司唔再請年長員工，生意客源逐年流失，再加上身體開始出毛病，驗身食藥覆診樣樣使大錢，從前累積嘅少少積蓄，幾個月就揮霍一空。此時先回頭睇屋企格局，先發現財位從來冇半分光亮，幾十年陰氣慢慢啃食財富。呢種積漸耗財，唔係突發大破財，係日復一日微量漏走，最殺人於無形，比一次投資輸清仲可怕。突發破財尚有翻身機會，積漸暗財漏氣係長年慢性失血，到老想補都無力回天。第一種無光格局，財位落於屋企，深暗內傷，四面無窗，從來無天然天光射入，住戶亦懶得長開燈，常年黑沉沉。呢種格局多見於唐樓細單位，2房1廳細客廳，大門開正廳中，2個對角財位，其中一角係內傷死角，隔實牆，無窗戶，無通風，日頭入屋唔開燈，根本睇唔清物件。好多住戶覺得呢個角落唔常用，閒置堆放舊家私、紙箱、棄置電器，平時連燈都唔會開，長年累月積聚陰濁滯氣，財氣一到呢個位置，即刻被厚重陰氣困住，無法囤積，形成只進不出、留唔住銀紙嘅敗局。好多可食打工仔住呢類單位，每日朝9晚11捱工，OT 係家常便飯，人工扣除租、水電、伙食、交通，月底剩低寥寥可數。想儲首期買樓、儲養老金，儲幾年都冇半分進賬，偶爾有額外獎金、生意利潤，轉頭就有突發開支，親友借錢，家私壞要換，身體不適睇醫生，銀紙不知不覺散走，從未諗過係財位長年無光搞鬼。呢種深暗內傷財位，陰氣重過陽氣，對應人嘅晚年運勢，時處主腦來福祿、財富陰暗等，同時處財星蒙塵，中年尚可憑體力硬撐喘，步入50歲後，閃錢難度直線上升，人工凍結，
生意客源減少，從前習慣嘅消費節制唔到，積蓄慢慢消耗，去到退休冇強積金以外嘅多餘儲備，每個月只靠微薄退休金度日，物價年年升，醫藥費逐年加，日日坐到計算每一分錢，買賣要等特價，買藥要比較價錢，連同老友出街飲茶埋單都要再三猶豫，驚使多咗預算，內心焦慮揮之不去，成日驚忽然大病一場，將僅有積蓄耗盡，晚景孤寒無依。好多人誤以為角落無所謂，不過放雜物嘅地方唔知呢個位置係全屋財氣歸宿，長年無光等於自封財富，每日為返來嘅財氣入唔到庫，即刻飄散。幾十年落來，縱使人工幾次加幅，都存唔起屬於自己嘅底氣，到老只能捱住捉襟見肘嘅日子。想改善都要先拆解陰氣積聚嘅源頭，唔好單純靠擺件，首要補足光線，長年維持陽氣充盈，先至有機會留住積漸財氣。第二種無光格局，財位緊鄰廁所，牆身常年潮濕發暗，廁所濁氣、穢氣滲透財位，再加上廁所本身小窗，光線昏暗，兩重陰煞夾擊財富，係三種格局之中耗財最兇，多見於細單位、舊式居屋。客廳對角財位，隔牆就係廁所，廁所細細無對流窗，日頭都要開燈先至睇到。牆身長年帶水氣，就算裝咗抽濕機，都擋不住穢陰之氣穿牆侵入財位，財富日日被穢濁陰氣包圍，陽氣無法停留，積漸財氣一入屋就被穢氣沖散，不單止存唔住銀紙，仲容易招無端大破財，隨時遇人恰，投資墮陷阱，被水魚騙走積蓄。好多人租屋或者買樓唔拆財位隔廁所，入住幾年先發覺儲唔到錢，年年有意外使費，身體亦多小毛病，腸胃、皮膚反覆不適，睇醫生使費不斷，雙重耗損財帛。廁所係全屋穢氣匯聚之地，五行屬水，陰寒之氣極重，財位主火生財，水火相沖，本已不和，再加上廁所長年昏暗無光，陰寒水氣加倍，直接熄滅財位陽火，財星無根，無論正財橫財都難有積累。做文職人工固定，一有突發狀況即刻透支。做小生意嘅鋪頭人流唔穩，賺一單蝕兩單，難以囤積利潤。自由職業接單，客源斷斷續續，收入起伏極大，永遠唔敢使大錢，驚手頭斷糧。中年階段尚且有體力應對起伏收入，一旦踏入晚年，收入來源斷絕，單靠早年少少儲備過活，偏偏呢種格局嘅住戶，中年已經將積蓄耗散七七八八，到老一遇病痛，屋企維修親友周轉，即刻陷入財務危機，日日坐立難安，睇住銀行戶口數字逐個減少，驚冇錢養老，冇錢醫病，焦慮日夜纏身，連夜晚瞓覺都輾轉難眠，成日驚自己變成仔女負擔，又唔想開口同人借錢，怕俾人睇小，唯有自己獨自捱住壓力，晚景滿滿苦澀。好多住戶見財位隔廁所，只係簡單擺屏風、掛銅鈴化解，唔處理光線昏暗嘅核心問題。屏風只能擋部分穢氣，解決唔到陰氣太重嘅根本。財位依然烏燈黑火，陰寒水氣持續侵蝕財富。化解物件只係聊勝於無，無法扭轉積漸漏財嘅大勢。更有貪平嘅人買平價雜質、風水擺件，財質雜亂，反而加重濁氣，等同雙重中殺，銀紙散得更快。白白俾商鋪當水魚恰，花錢唔討好。第三種無光格局，財位本來有窗有天然天光，卻被中年堆積嘅雜物、
高身櫃、大型家私完全遮擋，天光無法落到財位，人工燈亦被雜物阻擋光線，形成人為製造嘅長期昏暗。呢種格局係三種之中最常見，幾乎90%香港家庭都中伏。好多人唔明白財位貴在空曠明亮，只顧儲物，將全屋閒置雜物全部塞去財位角落。舊衫、棄置電器、紙皮箱、仔女舊玩具、過時家私層層疊疊堆滿，高過人頭，直接封死天光。就算窗戶打開，陽光都穿唔過雜物層。財位長年處於半黑狀態，陽氣無法入庫，財氣一倒就被雜物滯氣困住，慢慢消散，屬於人為自毀財富。最可惜亦最容易忽略。香港居住空間狹窄，唐樓房細，居屋實用面積細，好多住戶為咗善用空間，將所有唔常用嘅物件全部堆放客廳對角財位，覺得閒置角落唔使用白唔使用，完全忽略風水積氣之道。雜物五行屬滯俗，堆積過多會產生厚重陰氣，再遮擋天光，雙重壓制財富。錢再勤力都留唔住銀紙，每當儲蓄有少少增長，即刻有各樣開支上門，維修、人情、醫藥、仔女學費，樣樣掏空積蓄，永遠存唔到一筆可以安穩養老嘅底錢。年輕時尚有賺錢能力，見銀紙散走，仲可以靠加班兼職補回。踏入50歲之後，體力下降，市場競爭激烈，錢難度倍增，收入難以維持從前水平。面對逐年上升嘅生活開支，只會愈來愈吃力。等到正式退休，失去穩定收入來源，僅靠微薄退休金度日。雜物封鎖財位，幾十年累積嘅陰氣會徹底爆發耗財效應，每月開支捉襟見肘，買任何物件都要再三權衡，驚銀紙唔夠撐到月底，日日內心充滿焦慮，成日驚突發大病，耗盡所有積蓄，連想同老友出門遊玩都唔捨得使費，晚年生活毫無從容可言，大半輩子捱更抵夜害食，最後換來手頭拮據，日日憂愁，實在得不償失。呢三種財位昏暗無光格局，唔係一兩日就會令人大破財。最可怕之處在於積漸二字係10年、幾十年慢慢耗損財氣，屬於慢性漏財。年輕時有體力、有收入作掩護，難以察覺隱藏嘅禍患，唯有等到年歲漸長，錢能力下滑，病痛增多，開支加大，所有積攢幾十年嘅陰煞效應一次過浮現，先至感受到手頭拮據帶來嘅沉重焦慮。好多人臨老先至發覺問題，想補救卻諸多掣肘。住唐樓舊單位唔夠錢，大裝修租屋唔可以隨意改動牆身窗戶，搬屋又要俾大筆訂金，家私搬運費，手頭銀紙唔夠，唯有繼續困在陰敗格局之中，日日受缺錢嘅憂愁糾纏。其實義理從來唔講離地神話，財氣貴陽貴通貴亮，所謂積漸財就係每日一點一滴嘅正財，零碎利潤穩穩囤積。財位作為全屋財富，等同存放半生勞動成果嘅倉庫，倉庫漆黑潮濕，雜物塞滿，穢氣環繞，自然存唔住任何財缽。唔好再一味歸咎自己為錢唔夠多，命水孤寒。先檢查屋企財位是否陷入上面三種無光格局，清理雜物，補足天然光線，長開暖光燈，補陽氣，驅散盤踞多年嘅陰濁滯氣，先有機會留住每一日日返來嘅積漸財氣，免得到頭來捱盡大半輩子辛苦，晚年卻日日為銀紙焦慮，手頭捉襟見肘，連安穩度日都成為奢望。
世人人食終極目標唔係賺大富大貴，只求老來，唔使憂柴憂米，有少少積蓄傍身，唔使為區區開支日夜掛慮。若果死守昏暗敗財格局唔肯調整，就算一生勤力捱工，最後亦只會落得勞碌一場，所有血汗錢都隨陰氣散盡，徒留滿心遺憾同無盡焦慮。